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魔音女團系列嘅第4集。首先呢，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啦。上一條片呢，我有話過節目組呢收埋，截下。喺呢度呢，我真係要講聲唔好意思，我呢係講錯咗嘅。原來呢，佢哋唔係想截嘅，佢哋係真係冇嘢睇啊。魔音女團嘅第一集呢，有種雷聲大雨點小嘅感覺。扣除咗回顧導師助教廣告呢係包括植入式廣告嘅，呢真正 focus 喺選秀嘅內容入面呢，其實係少之又少嘅。咁當然啦，我係理解嘅。真人 show 呢，心路歷程一定要交代，金主爸爸呢又唔可以冷落喎，呢啲呢係冇得唔做嘅。但係我覺得喺編排入面呢，其實係可以做得再好一啲嘅。譬如話第一集呢，你直接搞個1小時嘅加長版，咁觀感呢一定好過而家咁。直接呢會影響埋第2集同第3集嘅收視嘅，直至我哋捱到第4集呢，先至終於有啲嘢睇。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封面嗰度見到啦，全新官方嘅 poster 發佈咗，成件事呢啲質感呢即刻翻晒嚟。今日呢，我會用一條片一口氣睇晒魔音女團第1至第5集。第1集呢，當然係要先交代16位女團練習生佢哋嘅心路歷程同埋自我介紹嘅。咁喺真人 show 入面呢，你嘅自述文案呢，其實係好重要嘅，所以要睇，梗係要睇佢哋邊份文案寫得最好，最能夠打動觀眾啊。我指嘅觀眾呢，係普羅大眾，唔係 fans 吓。文案寫得比較好嘅第一位呢，我覺得係廖偉儀 Jessica。佢一開口呢，就主動提翻自己初出道嗰陣嘅負面新聞咯。呢個舉動呢，係有 surprise 到我嘅，因為作為觀眾呢，坦白講，因為佢當年嗰單嘢呢，我對佢嘅印象呢，一直都係好麻麻嘅啫。但今次呢，佢喺寶貴嘅電視播出時段啦，自己拎翻呢單嘢出嚟講，我係對佢會有少少改觀嘅。不過如果佢想再行遠啲咯，真係要諗辦法點樣去直面呢件事，而唔係輕輕帶過就算咯。至於要點做呢？我相信佢自己心目中係會心中有數嘅。畢竟一出道就俾人經歷咁多嘅嘢，理應會比其他人更加成熟一啲啩。第2組呢，我會將葉靜怡同埋盧影彤擺埋一齊講，因為佢哋嘅內容呢都係大同小異嘅。就係我一直努力，我唔想再企邊邊，我想俾大家睇到呢種敘事呢。對於知名度比較低或者冷門嘅選手嚟講呢，觀眾睇完呢係會有少少觸動嘅，覺得都幾熱血啊。同時呢，喺節目嘅編排上呢，唔使下下都 focus 喺大熱選手身上啊嘛。跟住呢，梗係莊子璇啦，佢嘅敘事方式呢又係幾好嘅。首先呢，將自己嘅姿態放低咗，好謙虛咁話，我都係俾人話差噶，我都有好 hurt 嘅時刻噶。語調呢，謙卑溫柔，子璇姐你真係估佢唔到，適當示弱，以退為進，真係叻女嚟嘅。最後一位呢，就係鄧海文啦，佢同廖慧儀呢係有啲似嘅，都係主動呢拎觀眾對佢最深刻嘅記憶點出嚟講，即係佢嘅身材。佢話呢，希望大家可以睇多啲佢嘅內在努力啦，唔好淨係 focus 喺佢身材度，有自我認知呢係好事嚟嘅。而家嘅觀眾呢，確實係 buy 有真實感同埋真性情嘅女仔。入到第2集同第3集啦，魔音女團嘅特訓正式開始。第一關呢，係通過舞步記憶測驗進行分組，16個人呢，分成 A、B、C、D 4組，每組4個，跳唱一首歌，輸嘅全組淘汰，直接摟2隊人。死咯，乜咁趕時間咩？難為咗班女仔之餘呢，更加難為咗啲觀眾，硬食咗咁多廣告植入，都唔夠錢開多幾集啊！好啦，咁入翻正題啦。喺第2集入面呢，你仲可以睇到呢娛樂圈最真實、最殘酷嘅一面。鏡頭呢係爭翻嚟嘅，表現得最好嘅3位 Emily、Charles 同埋 Sabrina 呢，節目組呢先會播出佢哋跳舞嘅全片。至於其他人就係好似喺畫面上，大家可以睇下啦，一樣樣幾秒鐘散水。當然啦，如果你跳得特別差嘅話呢，為咗綜藝效果呢，一樣有播出嘅機會。但講到底，呢一個係一個比賽嚟嘅，以跳得差先博到翻嚟嘅鏡頭呢，觀感上呢點都比唔上跳得好嘅嗰啲嚟得正面咯。跟住呢，就到第3集啦，
4位隊長誕生，分別係 Charles、Emily、Sabrina 同埋 Eileen 嘅。佢哋咧有優先嘅揀歌權，咁4首歌分別有買得到、最緊要快、你受夠了嗎同埋綠野仙蹤嘅。呢度咧我一定要讚下 TVB 啦，4首歌咧全部都係廣東歌嚟嘅，咁咪好咯。終於明白到自己嘅定位，你哋係粵語電視台嚟嘅，首要任務咧就係做全球粵語華人嘅生意。如果廣東話沒落咧，TVB 咧絕對係第一個受害者，旗下嘅 artist 咧更加唔會有人揾啦。所以咧，繼續推動廣東歌，絕對係明智之舉。好啦，扯遠咗，翻嚟先。咁喺分咗組，經過一輪又一輪嘅排練之後咧，原來喺初舞台之前咧，仲搞咗一個面向親朋戚友嘅預演嘅喎。不過呢個預演咧，我就真係不敢恭維啦。好明顯咧，節目組咧係想賣眼淚、搞煽情，可惜咧講嘢剪到亂七八糟，鏡頭咧參差不齊，為咗趕時間咧，完全冇理會觀眾嘅情感鋪排，又浪費咗人哋家人朋友嘅聲淚俱下。剪輯部咧真係要檢討下。不過題外話，李允英個媽咪咧好靚喎。自此第3集完，嚟到第4集啦。初舞台嘅檢閱，終於咧有翻啲新嘢睇啦。特別係官方發佈咗全新造型嘅 poster， 每位練習生咧個 look 都執得好好睇喎，要型有型，要靚有靚。期待值咧，終於都拉滿啦！正式表演咧，首先係由 Team A 宋婉穎、魏嘉文、盧影彤、鄧海文跳唱《綠野仙蹤》嘅，整體嘅觀感咧都幾好嘅。衫咧又專門襯個顏色，色通同首歌咧係好 match 嘅。剪輯出街嘅評語咧都係 focus 喺進步者身上啦，進步睇得見咧係一件好勵志嘅事嚟嘅，亦都符合節目嘅主題。不過咧，我覺得整體發揮得最好嘅咧，依然就係宋婉穎同埋魏嘉文啦。再睇睇 Team B 啊，表演曲目《你受夠了嗎》，魏樂琳、余可晴、邢慧敏、黃汛文呢個表演咧係好型格嘅，同 Team A 咧係截然不同嘅兩種風格。特別要提下魏樂琳啦，佢個樣真係好上鏡，好靚。如果佢同莊子璇、宋婉穎相比咧，其實咧佢可以再大膽一啲、主動一啲、自信一啲。機會咧應該就會更加多啦。另外咧提一下邢慧敏啦，佢喺今次呢個 performance 入面咧跳咧係跳得最好嘅，最夠力。大家可以睇下佢一揈手嗰下揈出去咧，力度咧係完全唔一樣嘅，咁咧先至係女團嘅跳舞嚟嘅。最後照舊啦，七除八扣，兩隊正式表演嘅時間咧加埋大約得3分鐘，每隊半首歌，跟住又要等到下一集啦。終於咧嚟到第5集，播出 Team C 同埋 Team D 嘅表演啦。首先 Team C 出場咧就係由喬美莎、莊子璇、陳希瑞、葉靜怡表演嘅曲目係最緊要快。呢個 performance 咧被評委彈到一文不值。咁人咧就好奇怪嘅，如果你一面倒咧都話佢點樣唔好嘅話咧，咁自然咧你就會想去認真啲睇下，佢其實係咪真係咁差咧？呢樣嘢咧唔睇猶自可，一睇咧我就發現。其實咧，佢呢個係一個搞笑嘅表演嚟喎。點解咁講呢？首先咧，我哋從畫面上面右下面嘅第1張圖開始睇起啊。4位嘅動作咧，分別有揈好、揈緊、揈完同埋仲揈嘅。我睇到呢度真係覺得好搞笑啊！原來4個人都真係幾唔齊嘅喎。跟住再睇上面嗰張啦，又係各做各嘅嘢嘅。一個咧就喺前面跳緊啦，一個喺後邊走緊位啦，跟住。仲有一個咧就係跳與唔跳之間湧咗出嚟，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望住地下又繼續喺度走位嘅。其實呢兩張圖咧已經係隨便 cap 嘅啦，都仲有好多個畫面咧係好唔齊整嘅。咁但係我又覺得幾搞笑咯。咁但係始終比賽還比賽啦，表演得差嘅話咧係會俾人省到七彩噶啦。如果佢哋呢個表演咧定位唔係搞笑而係性感嘅話咧，咁確實係冇做好嘅。咁既然如果係要做性感嘅感覺咧，其實大家咧都真係可以再放開一啲，你真係俾到人哋性感嘅感覺。接住落嚟嘅 Team D 咧就係 Emily 啦、廖慧儀啦、Cypher 啦、李允嫣啦，佢哋表演嘅曲目買得到嘅。咁 Team D 咧又係俾人鬧到七彩咁嘅。咁佢哋呢度鬧嘅 point 咧就唔係跳舞，係 vocal 啦。咁跳舞方面咧，大家亦都睇得到畫面上面嘅 cap 圖咧係跳得好齊嘅，其實都係隨便咁 cap 嘅啫，同上面 Team C 一樣。咁啊 Team C 咧就係隨便一 cap 咧都係唔齊嘅，咁佢哋隨便一 cap咧基本上都係好齊整嘅。咁你話 vocal 方面有咩問題？其實一睇個 list 咧，睇到呢組名單咧就知道
呢組咧唱得係唔方好噶啦。至於 Team D 咧，我覺得佢哋留低嘅機率咧應該係比較低嘅啦，所以咧我就唔想喺呢度逐一再去批評佢哋啲乜嘢。咁呢度咧可能都會有一個疑問咧，就係大家覺得其實有一啲女團練習生咧唱得仲更加難聽啦，咁佢哋聽起身又唔至於話咁差，點解會被鬧得咁犀利咧？咁呢個可能係一個節目播出嘅盲點嚟嘅，因為音咧就一定係現場去收咗噶啦，但係為咗節目播出嚟嘅效果咧，可以更加之流暢咧，特別係跳舞嗰 part 咧，咁變咗咧跳舞係直出嘅，咁歌聲咧就有可能係最後先至駁翻上去嘅啫，咁有可能咧係輕輕調整咗一下啦，咁再駁翻上去電視畫面嗰度出嚟嘅，咁現場聽咧可能真係覺得災難級，係唔出奇嘅。所以咧，我哋翻嚟講翻個節目先啦。咁下半 part 咧，即係下個禮拜嘅節目咧，估計咧就會係一個個人對戰嚟噶啦。喺留低嘅8個入面咧，再摟多2個，咁最後咧就啱啱好6人成團啦。咁而家咧會先摟邊2隊呢個懸念咧，以 TVB 嘅慣性咧，肯定係拖到下禮拜1嘅節目先開估噶啦。咁最後嘅最後咧，你可能會問我，你點睇啊？好問題。我會話有宋婉穎同莊子璇嗰2隊可以留低。如果子璇姐衰咗嘅話，我下一條片一定會加插一個 special topic 同大家去復盤佢究竟衰喺邊度。